呢個係北角名苑640尺單位，全屋採用木紋奶油風格，營造出簡潔舒適嘅居住氛圍。一入門咧就見到成個廚房，我哋為廚房嘅長條形格局設計咗一個 L 型轉角櫥櫃，洗手盆同爐頭係錯開咗嘅，遷就翻業主嘅身形，更方便咁使用呢個煮食爐。另外，我哋喺收納同採光之間做取捨，選擇保留採光嘅優點，冇用櫥櫃擋住個窗。打開吊趟門，我哋嚟到客廳，全屋鋪滿咗淺木色嘅石掃板，配白色嘅牆身，塑造出整體木色奶油風格。門口正對面係一個獅字櫃，而旁邊係一個電視櫃。對比起傳統嘅電視櫃，拉出式嘅木櫃設計，其實係更加方便去作使用㗎。另外，我哋都唔放過每一寸空間，盡可能設計出更多嘅收納空間，美觀不失實用。露台方面，上方可以晾衫，地下用咗戶外木嚟鋪成個地台，實用而不失格調。我哋行返入嚟睇下主人房，門口採用咗一套幽靈門，入邊原本係一個2房嘅設計，而家就打通成一個大房。未來呢度會添置主人床同埋電腦台，而側邊就有一套組合式衣櫃配飾物櫃，成個風格同埋空間感都比較強。輪到遊戲室，以後會掛一部大電視，睇戲、打機都會喺呢度進行。呢個單位有2個廁所，一個係俾客人用嘅。門口方面，我哋採用咗一個摺疊門，因為面積比較細，咁樣可以喺視覺上更節省空間。而主廁方面採用幽靈門，配有標準嘅黑色玉屏同埋智能座廁，亦有一套智能鏡櫃，有除霧同燈光效果。整個裝修設計展現咗設計師對每個空間嘅用心，每一處都反映咗對品質嘅要求。想裝修即刻 WhatsApp 聯絡我哋，或者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，我哋係適度裝修設計，為你嘅貼心設計。